今日亞洲區首屆格蘭披治冠軍車策劃比賽圓滿落幕，逾80幅作品角逐。4年，澳門成為亞洲第一個舉辦格蘭披治大賽車嘅地方，而呢一架車唔單止係當年嘅冠軍，仲代表住澳門賽車文化嘅起點，一個歷史性嘅里程碑。喺70幾年嚟，都吸引住世界各地嘅賽車好手嚟到挑戰呢個跑道。呢個賽事唔單止係我哋澳門嘅驕傲，亦都係我哋向世界展示我哋澳門呢一個城市魅力同埋體育旅遊嘅一個重要嘅舞台。旅遊局轄下嘅澳門大賽車博物館肩負住一個使命，致力就係要創新同埋承傳，推廣我哋嘅賽車文化，持續咁推出多元嘅展品啦、活動項目啦，同埋一啲互動體驗，向澳門嘅居民同埋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推廣我哋嘅大賽車豐厚嘅一個文化。以1954年澳門首屆格蘭披治大賽車5號呢個 Triumph TR2 做主題，除咗向澳門講述一啲澳門嘅歷史同埋向佢致敬之外呢，亦都鼓勵到大家用你哋嘅創意去演繹咗呢個屬於澳門人嘅故事。最終30位創作者脫穎而出，以藝術再現1954年首屆冠軍車 Triumph TR2 歷史輝煌。即日起至9月1日，所有入圍作品將在博物館免費展出，讓賽車文化透過藝術浸潤城市。期待下一屆賽事更多不沾引擎軍名。